籌備咗好幾個月嘅家私展廳咧，就即將開始試運營啦。咁現時我哋公司咧，除咗有一手、二手樓嘅買賣服務，包括咗之前介紹嘅裝修啦，依家咧仲會有我哋嘅一個家私嘅買賣，可以講咧亦都會更加方便服務翻我哋嘅一個業主群體。咁啊，最近如果有啲小伙伴想話買家私嘅情況咧，亦都可以上到我哋嘅展廳嘅位置啦，睇翻有冇需求啦。咁今次咧同大家介紹翻一個非常之 OK 嘅資訊啦，就係我哋依家限時截止到過年前啦，揾到我哋公司去成交一手樓嘅情況咧，會送翻大家11件套嘅家私嚇，可以講咧係更加輕鬆咁樣助力大家低成本上車翻我哋肇慶呢邊嘅片區嚇。嗱，我哋依家同大家去簡單參觀翻呢個展廳，介紹有乜嘢嘅11件套嘅組成嚇。展廳嘅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主要係以裝修啦同埋我哋嘅家私嘅部分為主嘅。咁11件套嘅家私咧，基本上包含咗我哋平時主要用到嘅一個家私為主啦。咁基本上我哋後期買咗單位之後咧，呢啲家私都係用得上嘅。後期只需要自己再去買啲家電咧，就可以入住翻自己嘅外屋啦。咁我哋睇睇11件套包含咗咩嘢先。首先有2張床，包括咗有2個床頭櫃。然後咧呢邊嘅位置係會有餐台，包括咗有茶几啦，以及有梳化嘅。咁基本上亦都係組成咗我哋最重要嘅一個家私嘅部分啦。可以講咧係非常之輕鬆咁樣助力大家入住翻我哋肇慶嘅片區。詳細嘅資訊可以聯繫翻阿正去了解。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睇灣星頻道，我係阿正。今期同大家嚟到咗華僑城希岸嘅位置，介紹翻啲特價嘅別墅產品啦。120方嘅緊湊型嘅別墅，地上3層嘅一個空間，地下可以做到負1、負2樓。咁其實呢啲咁樣嘅單位咧，我覺得佢嘅空間感係會比我哋嘅住宅會好好多嘅。咁佢依家做特價啲單位咧，就目前仲剩低2套單位，100萬就可以上車啦。可以講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咁樣嘅別墅產品咧，區別於我哋嘅住宅嚟講咧，佢係會多咗花園啦，又多咗2個車位係嘛，包括咗多咗負1、負2樓嘅空間。可以講其實一個小家庭咁樣去居住嘅情況咧，係有一個唔錯嘅居住體驗嘅。以及我哋有地下室嘅情況咧，就可以滿足到我哋非常多嘅一個愛好啊，打造翻自己嘅中意嘅功能區啦，係非常之唔錯嘅。咁剛剛好入到嚟嘅時候咧，同阿正自己嘅一個別墅業主去傾偈啦，每週基本上週6、週日咧都會翻到嚟呢個希岸嘅位置去住翻幾日，佢覺得好舒服係嘛。所以講其實呢啲咁樣嘅別墅地區依家做緊特價嘅情況咧，後期做埋裝修，間唔中翻到嚟住下，等到後期去退休再去翻到嚟咁樣去過翻一個舒適嘅退休生活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嚇。咁其實依家現場咧都係聽到好多人喺度施工嚇，包括咗我哋以前拍攝呢啲咁樣嘅高層住宅啦，望到落嚟別墅區啦，同時整個別墅區咧都係好多人喺度裝修當中嘅，主要係因為依家呢啲別墅平咗之後好多人係會選擇去剛需上車，即買即裝修啊。咁今期咧就主要係受到一個客戶去委託啦，同佢睇翻現場嘅，咁睇翻呢啲82方嘅單位，佢現場睇睇係點樣。其中有2套單位咧，就會同大家展示一下地下室啦，同埋佢嘅一個空間採光效果是否 OK 嚇。嗱，咁其實目前有2套單位咧。就一套喺呢邊，一套就喺呢邊嘅。咁我哋就參考呢邊啦。嗱，好似依家呢啲單位咧都裝修緊，同埋呢邊咧有好幾套單位都係裝修當中嘅。嗱，過到嚟呢邊，其實我覺得依家嘅位置咧都唔算差嗰種啦。佢係會喺我哋中軸花園附近啊，反正就係行2步路就可以過到嚟啦。第一套咧就係呢個 C4 嘅109，仲有就係對面呢邊有部分人喺度裝修緊嗰邊有一套係 C3 107嘅。但係剛先睇到嗰邊咧係有放咗好多雜物啊，所以咧就唔展示。睇睇呢一套單位毛坯交俾大家嘅情況係點樣嘅先。120方嘅別墅咧，佢係計算咗地上3層，花園係全贈送嘅，冇計算面積嚇。入到嚟呢邊睇翻。呢個位置咧有一個非常之闊嘅過道啦，後期咧呢個位置可以種啲花花草草。剛先入去業主嗰度咧去參考咗，好舒服啊！呢啲嘅位置種翻啲盆栽，然後咧做翻啲水流喺度咧，好靚嘅。然後入到嚟之後咧，呢啲82方嘅單位咧，大概係會擁有咗30平方左右嘅一個花園啦。咁平時喺呢個位置去種花花草草啊，或者係養下寵物啊，整翻張茶台咁樣咧，都係非常之享受嘅。然後咧
每套別墅都會有一個採光井啊，咁佢會打光打到翻我哋嘅一個負一樓嘅位置，保證翻下面嘅採光度啊。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依家花園嘅介紹。嗱，我哋依家咧就先同大家落翻去負一樓嘅位置，睇翻佢嘅車位啦，同埋佢嘅採光下面嘅空間係點樣嘅先。嗱，先落到嚟睇翻地下室嘅情況啦。首先我哋依家咧係位於一個公共嘅區域啦，呢個就係我哋平時開車翻路嚟嘅一個位置。嗱，俾大家睇翻對面嘅單位啦。呢啲都係120方嘅單位裝修緊嘅。點解佢會伸到咗一個樓板喺呢度呢？因為佢下面嘅位置有2個停車位嘅。咁呢個停車位咧就屬於呢一套單位嘅業主。咁然後喺地下停車位上面方咧係倒咗一層樓板之後咧，就增加翻佢自己嘅一個使用空間。上面咧就會多咗一層啦。嗱，我哋睇翻我哋 C4109 房號嘅呢個車位。出到嚟咧就係377同埋378呢2個車位。咁呢2個車位咧就係屬於呢套 C4109 單位嘅。按照翻依家華僑城希岸嘅車位沿岸湖岸咧，最新嘅價格已經出咗嚟啦，9萬蚊左右一個。咁其實大家可以計翻啦，100萬有送咗2個車位嘅情況下，呢2個車位價值18萬嘅。你當佢6萬一個都好啦，12萬。咁其實你買呢套單位咧，僅需88萬，所以講其實性價比好高㗎。原先佢嘅車位咧就係咁高嘅，大家可以睇翻啦，可以參考翻隔離嘅位置，倒翻層樓板，上面咧就多咗咁多個空間去使用。你做影音房又得，做其他嘅功能區咧都係 OK 嘅，而且有2個車位可以使用係冇影響。然後呢個位置咧有一個應該算係雜物房咁樣啦，呢個空間係屬於我哋呢一套嘅。然後可以放翻一啲雜物喺度啊，滿足翻我哋嘅收納性係嘛。然後我哋再入到去地下室睇翻先。攝影師可能要扶住個對門嚇。首先呢個位置咧，佢係會有一個公共衛生間嘅區域。佢目前咧，佢嘅採光可能會差少少嚇。呢個位置應該係佢嘅衛生間，上面係衛生間咁樣望落嚟嘅。咁然後相對嚟講，依家呢個位置差少少。呢個位置有條樓梯。然後我哋過到嚟呢邊咧，就會嚟到咗一個長方形嘅空間。過到嚟呢個空間咧，你會發覺佢嘅採光明顯係好咗好多，因為佢上面嘅位置有個採光井。咁呢個空間效果咧係會比較 OK 嘅。最緊要咧，佢中間呢個長方形呢啲位置咧係冇柱位啊，所以講咧利用起身係非常之舒服嘅。如果你話唔想用太多嘅裝修成本嘅，呢個空間直接係簡單咁樣做一做就 OK 啦。然後佢交樓嘅層高咧係5.5米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參照翻。喺呢個位置咧，倒多個樓板嘅情況咧，就可以一層嘅空間變咗2層係使用，咁樣咧亦都係會增加翻我哋嘅一個使用面積嚇。按照翻自己嘅喜好啦，有好多人會做翻啲功能區，例如我哋嘅影音房啊、K 房啊、打乒乓球啊都有嘅，所以講睇翻自己愛好去做嚇。呢個咧就係我哋地下室以及車位嘅一個情況啦。我哋依家翻上去1樓同埋2樓、3樓睇翻上面嘅空間佈局，睇睇係點樣嘅先。OK， 翻到上我哋1樓嘅位置。首先上到嚟咧，你會發覺個採光同地下室咧真係差好遠嚇。呢個位置佢係位於一個東南嘅位置嚇，所以講佢日頭嘅陽光咧係會比較充足嘅。我哋剛先介紹完咗花園啦，睇翻佢嘅室內空間。呢個位置咧就係佢嘅一個客廳嘅區域。咁呢個客廳咧對比於82方嘅住宅嚟講咧，呢個空間絕對係大嘅。但係如果你話對比翻別墅嚟講咧，呢個空間就唔算大。但係其實大家亦都可以清楚翻呢一套單位咧係120方嘅緊湊型嘅別墅嚇。平時如果係一個小家庭嚟居住咧，我覺得呢個客廳嘅空間咧係足夠嘅。呢個位置作為我哋嘅梳化位置，對面咧電視背景牆，大概咧亦都去到咗4米左右嘅闊度嚇。呢個位置有個公共衛生間，然後過到嚟呢度咧係一條樓梯，然後過到嚟呢度咧係我哋嘅飯廳嘅位置。有2個廳，飯廳同埋客廳係區分開咗嘅，功能區嘅佈局咧係分得更加明確嚇。放圓台滿足到8到10人嘅用餐咧，呢個空間完全冇問題。再入到嚟呢邊睇翻廚房，廚房方面可以做個 L 型嘅操作台嘅設計，呢個位置咧預留翻一個大嘅雙門冰箱都係冇問題嘅。咁然後大家會發覺其實喺1樓呢邊嘅採光好靚啊，主要因為咧佢係好多啲窗啊，廚房有窗，飯廳有窗，包括咗我哋客廳嘅位置，呢邊嘅位置有窗，以及依家對面呢個位置咧，都係好多窗嘅，所以講導致咗整套單位佢嘅採光度咧係非常之舒服嚇。呢個咧就係1樓嘅一個情況。繼續我哋依家上翻2樓睇翻上面嘅空間先。
OK， 咁上到咗2樓嘅位置，首先咧就係呢個位置嘅中空嘅空間啦。呢套單位咧，如果買咗呢隻戶型，100%要倒呢個樓板嘅，因為你唔倒呢個樓板咧，就少咗一間房係嘛。咁倒咗樓板之後咧，佢出面嘅位置仲係會有一個咁樣嘅預咗俾你係做露台嘅位置。點解佢依家冇做露台咧？因為如果佢倒好咗平台嘅情況下，例如好似倒好咗呢個樓板、倒好咗呢個平台嘅情況下咧，呢啲咧就唔係贈送面積，係計算面積嘅。咁82平方咧，咁樣計翻落嚟3層嘅情況下，每層佢嘅空間大概係40平方。40平方嘅情況咧，佢係未計算呢啲贈送嘅面積嘅。所以講大家睇起身每層嘅單位咧係唔止40平方嘅。所以講其實呢啲別墅嘅實用性咧係非常之高。倒咗樓板之後咧，其實2樓呢邊咧係可以做到2間房嘅設計。嗱，首先呢邊係第一間房啦，然後過到嚟呢邊咧係一個公共衛生間，空間以及採光咧都係 OK 嘅嚇。然後過到嚟呢邊咧會嚟到咗我哋嘅第2間房，俾大家感受翻空間啦。其實呢間房同埋隔離間房咧係差唔多大嘅，做啲1.8米嘅大床咧係一啲壓力都冇嘅。咁然後嗱出到嚟呢度咧就會有一個私家嘅露台。呢個露台。呢間房嘅主人咧，就如果你話中意養花又好，或者係做翻啲其他嘅，喺呢個空間咧就屬於佢自己嘅一個私人空間啦。有個獨立嘅露台咧，亦都係非常唔錯。同時啦，呢啲露台咧亦都係全贈送面積啊，所以講其實每個平層係超過咗40平方嘅使用嘅。包括咗剛先講嘅呢間房咧，佢出到去仲有一個露台，呢啲露台咧都係贈送面積。所以講其實依家樓上2樓2間房咧都係各自有一個露台可以去獨立去使用翻嘅。所以講其實體驗感係非常之唔錯。我哋依家繼續上翻3樓睇翻上面嘅空間先。上到3樓嘅位置，3樓咧就主要做咗有2間房嘅。咁然後呢個位置咧係一個主人房、套房嘅位置，空間以及採光咧都係唔錯嘅，兩邊採光嘅一個位置。1.8米床邊邊做翻啲衣櫃就 OK 啦。然後入到嚟呢邊咧，仲有佢嘅衛生間嘅空間。大家可以留意翻佢地上3層嘅採光咧，每個空間採光咧都好靚嘅。然後如果你話上3樓嘅位置有更加 OK 嘅體驗感咧，建議呢間房咧就作為我哋3樓呢邊嘅衣帽間。因為其實呢間房本嚟嘅空間就好細啊嘛，以及佢只有一個衛生間，而且係劃分咗入咗我哋嘅套房嘅位置，所以講其實呢個空間咧，作為我哋嘅衣帽間咧係最適合嘅，可以做翻2排嘅大嘅衣櫃，呢個位置再做翻我哋女士嘅梳妝台，亦都係剛剛好啊。然後出到嚟呢度啦，又會有一個咁樣嘅私家嘅露台嘅位置，又係贈送面積，所以講其實整套單位咧，佢嘅贈送空間係非常之多嘅。咁整套單位嚟講咧，目前就介紹完畢啦。120方嘅別墅嚟講咧，係有送咗大概係30零方嘅花園，2個車位，以及有送咗我哋嘅地下室嘅位置，好多露台嘅空間。所以講其實整個戶型贈送面積係超級多。作為一個剛需嘅別墅嚟講咧，如果一個家庭過到嚟2、3人或者係4、5人過到嚟住呢啲單位咧，係完全冇問題嘅。唯一點不足咧，對於別墅嚟講咧，佢可能房間少咗啲，地上3層咧只有3間房嚇。咁如果你話覺得房間唔夠用嘅，可以考慮喺負1、負2樓嘅位置，後期加翻1到2間房咧都冇問題。有啲人會擔心，會唔會地下室呢邊嘅通風透氣好差咧？首先我哋有裝修案例咧，就係依家有好多人都係會喺負1、負2樓咧，係會裝翻一啲通風會比較好嘅一個冷氣啊。因為依家有新風系統啊，佢係可以按照翻你嘅要求咧，隨時去換翻一啲新鮮嘅空氣，唔會臭霉，唔會有啲發噏味出到嚟嚇。所以講睇翻自己嘅設計，如果你覺得3間房夠用嘅，下面負1、負2樓咧可以滿足到你更加多嘅愛好，以及更加多嘅功能區可以滿足到你。目前咧呢啲咁樣嘅單位，亦都可以講係一步到位啦，送埋啲車位又有花園係嘛，所以講咧係好高性價比嘅，100萬嘅總價就可以上車到啦。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繫翻阿正，過到嚟現場嘅位置考察一下。咁今期嘅分享就到呢度，持續關注我哋灣星塔，我哋下期再見，拜拜。